白早就一个少年家，大人问家就一定叫阮剃头，请问人客什么形体，你即较甲意，我八个太空飞箭，那无分七三，阮就是理髮小姐，青春正当时，可爱的理髮姑娘，来啦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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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理髮是理髮不過，我是理髮的小姐。吹出著電吹的風，就是戀愛風。若是不信，請你來吹，心心飛上天。修面的手親像麻糬，又軟夠幼白。阮就是理髮小姐，青春正當時。理髮姑娘，來啦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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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三號的彼個人客，不是對阮使目睭。看起来相當標緻，心頭為伊迷，害阮無意續來割着人客的啄諀，講一題無也受責備，白白做憨工。阮就是理髮小姐，青春正當時。来啦，伊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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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